很多男性朋友，即使過了60歲，依舊是身子骨硬朗。他們能開車去打高爾夫，也能輕鬆地將孫子孫女一把抱起。但是，唯獨一提到那件事，很多人就只是低下頭，尷尬地笑笑。我懂，我太懂了。我接觸過的許多朋友都坦言，他們依然像初戀時那樣深愛着自己的妻子，但他們身體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聽使喚了。可能僅僅因為5分鐘的草草了事，就讓數十年積累的自信心瞬間崩塌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空虛、愧疚和悲哀。有些人表面上強顏歡笑，但內心沉重，仿佛感覺自己作為男性的那一部分已經丟失了。朋友們，當一個男人過了50歲，特別是進入60歲以後，那種讓我們精神煥發、肌肉緊實、維持男性魅力的男性荷爾蒙，其分泌量會逐漸減少。這就像一盞快要油盡的燈，火焰仍在燃燒，卻再也無法像年輕時那樣明亮地照耀。更有甚者，那些看似無關的慢性病，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壓，都在悄悄地影響着那件事的能力。再加上來自職場和家庭的壓力，以及自信心的低落，導致許多男性開始刻意迴避與妻子的親密時光。可他們的內心深處依然渴望被愛，依然有着想要證明自己的強烈慾望。我完全理解那種感受，而且你並不孤單。有統計顯示，在60歲以上的男性中，每10個人裡就有6、7個承認對自己的戰鬥力不滿意。因此，很多人都在悄悄地尋找改善的方法，從保健品、人參到氣功鍛鍊，他們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。但其中一個讓我特別感興趣，也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的發現是，有一部分人選擇了一種家中隨處可見的普通物品，那就是凡士林。是的，就是那個幾乎每家每戶的藥箱或浴室裡都會備上一罐的保濕霜。他們說，這東西能幫助他們找回男性的自信。一位67歲船長的故事，我至今仍記得，在釜山那個秋日的午後，在港口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館裡，我見到了67歲的金先生。他是一位環遊過世界的老船長，有着被海風和陽光曬出的古銅色面孔，聲音洪亮有力。他告訴我，退休後身體依然硬朗，但就是那件事大不如前了。他帶着一絲尷尬的苦笑，說了句行話，船都還沒開出港，就嗚嗚嗚地鳴笛回來了。這句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話，引得大家一陣發笑，但他眼中閃過的一絲落寞，卻沒能逃過我的眼睛。他坦言，因為害怕再次失敗，他開始以身體疲倦為借口，刻意迴避妻子，而他的妻子也開始誤以為他是不是對自己失去了興趣。事實並非如此，他只是太不想讓妻子失望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老友來訪，幾杯燒酒下肚，朋友拍着他的肩膀，小心翼翼地湊過來說：喂，老金，你試試抹點凡士林。道上兄弟說，那玩意兒能延長時間。金先生起初以為是開玩笑，大笑了幾聲，但心裡卻暗暗泛起了的菇，一絲好奇心被勾了起來。第二天，他真的自己偷偷試了試，塗抹了一點，自己練習了一下。他驚訝地發現，這一次所有的感覺都變慢了，節奏也變得更容易掌控了。他後來用一種幽默的口吻對我形容，那是幾年來我第一次感覺自己回到了30歲。我妻子後來甚至都顫抖着求我停下來。她說，自那晚之後，她感覺妻子看自己的眼神都不一樣了。我聽完，既想笑，又充滿了好奇。區區一罐凡士林，
真的有這麼神奇嗎？或者這僅僅是一種心理作用？是那種嘗試了新裝備之後帶來的安慰劑效應？不管怎樣，金船獎的故事讓我無法不去深入思考。也許在這個看似荒誕的偏方背後，隱藏着某種身體的運作機制，一種微小但卻真實存在的影響。當我做了更深入的調查後，我發現金船獎的經歷可能不僅僅是個例或運氣，它背後確實存在一定的說法，並且是很多男性朋友迫切想要知道的。凡士林到底有沒有用？你現在肯定非常好奇，這凡士林到底是什麼東西？怎麼就被傳得這麼神乎其神？其實凡士林 Vaseline 對我們來說一點也不陌生。這個產品在美國已經有超過150年的歷史。它最初的形態是石油凍 （petroleum jelly），一種純淨的礦物鈉，被用來舒緩燒傷、滋潤乾裂的嘴唇，或在冬天塗抹乾燥的皮膚。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這種純礦脂，保濕性極高，能在皮膚上形成一層薄薄的保護膜，防止水分流失。簡單來說，凡士林就是國民潤膚霜。它價格低廉，隨處可得，幾乎是家家戶必備的萬用膏。但誰也沒想到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這種原本只用於乾燥皮膚的凡士林，被許多男性重新發現，並用在了一個非常私密的用途上。在許多中文的網絡社區或論壇裡，經常能看到關於使用凡士林的經驗分享，往往是半開玩笑、半認真地出現。有人說我試了，時間真的延長了很多；也有人警告，千萬別學，太危險了。有人肯定，又滑又便宜，還有點涼涼的；也有人反駁，塗完之後又癢又痛，最後不得不跑醫院。正是這些正反兩極的評價，讓這個話題變得撲朔迷離，反而勾起了更多男性的好奇心。但是今天，我必須坦誠地告訴大家，凡士林或許確實能在某些情況下幫你延長那段快樂的時光，但它絕不總是安全的。在那看似無害的滑溜感背後，隱藏着更複雜的故事。如果不能正確理解它，你很可能會為了一時的歡愉而冒上長期的健康風險。為什麼凡士林能延長時間？那麼一罐普通的保濕霜為什麼能讓男性變得更持久呢？答案不在於魔法，而在於我們身體一個非常真實的物理機制。我來為你簡單解釋一下。在親密關係中，射精高潮的快慢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末梢神經所受到的刺激強度。刺激越是強烈，傳遞給大腦的信號就越快，身體的反射速度也就越快，導致那件事提前結束。而當塗抹了凡士林後，這層油脂就在敏感的皮膚表面形成了一道星號物理隔絕層星號。這層油膜極大地減少了物理摩擦，從而星號降低了刺激的強度星號。打個比方，這就像你穿着一雙非常厚的羊毛襪子去踩在冰涼的地板上，你能感覺到接觸，但那種感覺絕對不如光腳時來得那麼清晰，那麼刺激。正因為這種刺激鈍化，到達高潮的閾值被提高了，所需的時間自然也就延長了。同時，凡士林提供的潤滑效果，使得運動過程變得更有節奏感，不至於操之過急。這樣許多男性能夠不被瞬間的強烈刺激所衝垮，從而更容易地掌控自己的節奏。當然，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，就是心理作用。我今天準備了秘密武器，光是這個念頭就能讓男性在心理上獲得一種加持和自信，那種萬一失敗了怎麼辦的焦慮感，我們稱之為表現焦慮，
會大大降低。而自信恰恰是掌控全局的最好良藥。身體和心靈看似是分開的，但在這一刻，他們就這樣奇妙地結合在一起，共同產生了積極的效果，絕對不能忽視的致命風險。但是，朋友們，我必須用最大的聲音來強調接下來的內容。凡士林的好處是基於它的物理特性，而它的壞處也同樣源於它的物理特性。核心，凡士林是脂溶性的，它不溶於水。正是這個特性會導致以下幾個嚴重的問題：破壞安全套、避孕套，這是最危險的一點。凡士林中的油脂成分會腐蝕和降解乳膠 latex 或橡膠製成的安全套，導致其在幾分鐘內變得脆弱，極易破裂或滑脫。如果你需要避孕或者需要預防性傳播疾病，絕對禁止使用凡士林作為潤滑劑。難以清洗，滋生細菌，因為它不溶於水，所以在辦事之後，你會發現根本無法用清水把它沖洗乾淨。這些殘留的黏糊糊的油脂會堵塞毛孔，讓皮膚無法呼吸，感覺非常悶。誘發炎症感染，凡士林本身並不具備殺菌功能。相反，那些清洗不掉的殘留在皮膚節奏裏的油脂，會成為細菌和真菌，比如念珠菌的完美培養基和溫床。使用不當，極易誘發男性的尿道炎、龜頭炎或皮膚炎。事實上，許多泌尿科和皮膚科醫生都曾警告過，將凡士林頻繁用於此類目的，對健康是有害無益的。因此，為了安全起見，我們必須知道如何正確地使用它。如何把凡士林當作訓練工具來用？真相是在實戰中，我們不推薦直接使用凡士林，但是在個人練習時，它確實可以作為一個輔助工具，用於升號降低敏感度和延長耐受時間升號的專項訓練。在醫學上，我們稱之為射精反射控制訓練，或者通俗點說，叫升號感官控制力訓練升號。這個訓練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快感，而是為了幫助你更清楚地認知自己身體的刺激閾值。當你能清晰地感知到哪個點什麼時候會來，你才能學會如何在那個點到來之前，通過深呼吸、放慢心跳、放鬆肌肉等方式去延長這個過程。準守以下安全訓練守則：極少劑量，只需取用小指甲蓋那麼一丁點凡士林，塗抹在最敏感的部位，形成一層薄薄的油膜就足夠了。緩慢練習，慢慢地進行自我刺激、自慰，感受那種隔着厚襪子的鈍感。練習掌控它，而不是被它掌控。專注呼吸與心理，這是核心。學會在刺激中深呼吸、鼻吸、口吐，放慢、放鬆全身，感受心跳的平穩。當你學會精神放鬆，你的身體反射自然會趨於穩定。立刻徹底清洗。練習結束後，必須立刻使用溫水和溫和的肥皂或專用洗液進行徹底的清洗。要確保沒有油膩感殘留，不要讓它在皮膚上過夜。使用正品，必須選擇正規廠商生產的藥房出售的純凡士林 （Pure Petroleum Jelly）。那些添加了香料、色素或其他成分的潤膚露絕對不能使用。切勿頻繁，這種練習每週進行2至3次即可。過猶不及，不要給身體帶來額外負擔。比凡士林更安全、更有效的3個方法。在上述的凡士林輔助訓練之外，我再為你介紹3種更根本、更安全、效果更持久的王牌方法。1、海格爾運動 （Casual Exercise）。
很多男性以為這是產後婦女的專利，那你就大錯特錯了。海格爾運動是提升男性反射控制力的最強武器，沒有之一。我們要鍛鍊的是盆底肌，也稱屁事肌。這塊肌肉就是你在小便時突然發力憋住尿流時所用到的那塊肌肉。好處：規律地訓練這塊肌肉，能讓你更隨心所欲地掌控高潮的反射，能極大地改善早洩，同時能促進敏感區域的血液循環。練法：慢練，用力收緊，像憋尿一樣。盆底肌，堅持3秒鐘，然後徹底放鬆3秒鐘，重複這樣一緊一鬆，算一次，連續做10次為一組，頻率每天堅持做3組。關鍵貴在堅持，身體需要時間來適應。一旦養成了習慣，你的盆底肌會變得既強壯又靈活，你會自然而然地學會掌控的藝術。2. 特殊食譜：蜂蜜葉大蒜，這是一個被許多營養專家高度評價的古老偏方。大蒜富含大蒜素，能降低膽固醇，改善血液循環，幫助擴張血管。蜂蜜提升能量，鎮定安神，並提供豐富的天然維生素。製作方法：取10瓣左右的新鮮大蒜，去皮，將其放入一個乾淨的玻璃罐中，倒入約200毫升的純蜂蜜蜜蜂，放在陰涼處醃製至少7天。食用方法：每天早飯前吃一小酌，連同大蒜一起嚼碎，或只喝蜂蜜水均可。此外，多吃富含鋅的食物，如生蠔、南瓜子、瘦牛肉，以及富含維生素 E 的食物，如杏仁、橄欖油。這些營養素能幫助自然地生成荷爾蒙，改善血液循環，提升血管彈性，讓身體能更緩慢地響應刺激，提升持久力。3. 精神集中與呼吸法，這是很多男性最容易忽略的一環。隨着年齡增長，壓力、焦慮和疲勞會讓我們的身體反射變得過度敏感，一觸即發。因此，訓練平心靜氣和深呼吸是改善早洩的天然法門。練法：建議每天花15分鐘，安靜地坐下，只專注於呼吸。4、2、6呼吸法：用鼻子深深吸氣，默數4秒；屏住呼吸，默數2秒；用嘴巴緩緩呼氣，像吹蠟燭一樣，默數6秒。如此循環5到10次。僅僅是這個小小的練習，就能讓你的大腦鎮靜下來，身體得到放鬆，反射控制力也會得到顯著提升。朴部長的故事，一個全能實踐者。我想給你講講朴昌浩先生化名的故事。他66歲，曾是首爾一家大企業的高級主管。朴部長在同事眼中，他威嚴能幹，備受尊敬，但在私下，他向我坦言，他為此苦了數年。他說自己依然有心，但力總是不從心。身體的反應太快，使得與妻子的親密時刻不再是享受，而是一種負擔。他有多少個夜晚是在事後的失望中，獨自走到客廳，喝一杯涼茶，心中充滿了懊悔和羞愧，但在聽了我的建議後，他決心做出改變。他開始每周3次的凡士林輔助訓練。他每天清晨都會花幾分鐘做海格爾運動，專注於呼吸和盆底肌的感受。他徹底改變了飲食，增加了富含鋅和維生素 E 的食物，每天早上堅持吃蜂蜜葉大蒜，並且多吃綠葉蔬菜和深海魚。他每天晚上都會花幾分鐘深呼吸和冥想，讓自己靜下來，放下對失敗的恐懼。僅幾周後，朴部長感受到了脫胎換骨的變化。他的身體不再過度敏感，呼吸變得深沉，
盤底肌也變得聽話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找回了丟失已久的自信心。他發現自己在和妻子聊天時變得更放鬆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樣總扮着一根弦。他的眼裡重現了光彩。在一次久違的真正和諧的親密體驗後，他感受到的不再是表現，而是分享與連接。朴部長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證明。無論年紀多大，無論經歷過多少失望，只要我們用耐心去訓練身體，用接納去安撫心靈，那份快樂和自信就一定能被找回來。時長問題 vs 硬度問題。我知道很多男性朋友除了有時間太短、早泄的困擾，更多時候還伴隨着硬度和維持不足、勃起功能障礙的痛苦。很多人告訴我，他們依然有慾望，很渴望，但身體就是反應遲鈍，甚至根本不配合，這讓他們感到無比尷尬、追 CH， 甚至因為害怕讓伴侶失望而乾脆逃避所有的親密行為。事實是，這種情況在50歲以上的男性中非常非常普遍。隨着年齡增長，我們關鍵部位的血管和神經不再像年輕時那麼敏感，血流量的減少導致自然反應也會減弱。再加上這個年紀常常伴隨着的三高：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或心血管問題，這些都會直接影響勃起的能力。很多時候並非身體不行了，而是心理上的緊張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我見過太多人僅僅因為一次的失敗，就對此產生了巨大的心理陰影。越是害怕，身體就越是負面地回應。在這種惡性循環中，自信心被消耗殆盡，臥室裡的樂趣變成了愁雲慘霧。但我想明確告訴你，這不是終點。這只是你的身體在發出一個信號，提醒你我需要更科學的保養了。激活血液循環的習慣，如何改善？其實方法一點也不玄乎。第一要務就是提升血液循環。血液就是一切身體活動的能量來源，它直接影響着你關鍵部位的功能。血液供應不足，生理反應自然就弱，感覺也會遲鈍。反之，血流暢通，器官組織才能協調運作，你的情緒、耐力和掌控力才會得到顯著提升。而激活循環系統最好的辦法，就是星號每天規律的運動星號。你不需要去健身房上大重量，每天20分鐘的快走就能帶來巨大的改變。在快走時，你的心跳會加快，血管會擴張，氧氣會被泵送到全身。這輕快的步伐不僅對心臟有益，對你下半身的神經和血管更是大有裨益處。如果可以用爬樓梯代替坐電梯，或者在公園裡星號慢速騎自行車星號，這些運動都能促進下半身的血液回流，提升血管彈性，刺激與男性生理反射密切相關的骨盆和大腿肌群。最重要的是堅持和耐心。人體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改變的，但只要你堅持3週，你一定會感覺到明顯的變化。呼吸更深了，手腳更容易暖了，精神也更清爽，自信心自然就上來了。疏通血管的食療方案。接下來我想詳細談談飲食，這是你想要改善血液循環、維持長期穩定的男性雄風所必須打好的地基。綠色蔬菜、菠菜、羽衣甘藍、西蘭花等，它們富含天然硝酸鹽，在體內會轉化為一氧化氮，這正是能擴張血管、增加血流的超級物質。將果類水果、藍莓、草莓或者深色的葡萄、李子，它們富含類黃酮、
是強大的抗氧化劑，能防止血管硬化，保持血管彈性。堅果、杏仁、核桃、南瓜子富含鋅、鎂和優質脂肪。鋅是合成男性荷爾蒙的原料，鎂能讓血管放鬆，每天一小把即可。深海魚、三文魚、鮭魚、沙丁魚富含 Omega-3脂肪酸，能降低壞膽固醇，讓血管更柔韌。傳統的東方智慧，以下這些是我們的傳統食品，它們同樣在促進循環、補充元氣方面有着悠久的歷史。人參促進血液循環，提高耐力，幫助恢復疲勞。黑蒜經過發酵，大蒜素更豐富，能輔助降低血脂，預防動脈硬化。鹿茸注意，對恢復元氣很好，但如果你有高血壓或心臟病，必須諮詢醫生。銀杏茶注意，能改善血液循環，但每天最好不要超過1至2杯。我想強調的是，好的飲食並不一定複雜，保持多樣化，減少重油重鹽，多吃綠色，規律進食就足夠了。強於一切補藥的是心安。最後，我想說一個看似簡單，但其力量強於一切補藥和營養品的東西，那就是放鬆的心態。心安，人體對情緒的反應是極其敏銳的。當你焦慮、擔心、緊張時，全身的肌肉都會收縮，血管會變窄，呼吸會短促，自然的生理反射也會被打亂。很多男性朋友都告訴我越是努力想表現好，就越是失敗。那種我到底還行不行的執念，那種害怕被評判的恐懼，剝奪了你身體的自由。我總是說，不要把親密時刻當作一次考驗男性雄風的考試，請把它當作是與伴侶分享情感、連接彼此的時光。到了這個年紀，愛早已不是瞬間的激情，而是長久的共情和深刻的理解。很多男性把擔憂藏在心裡，怕丟面子而選擇沉默，但你忘了那個與你相伴一生、最了解你的人，是能與你攜手度過這個難關的最好的戰友。我曾遇到一位65歲的先生，他告訴我，自從他鼓起勇氣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困境後，他的人生徹底改變了。他們開始聊更多的心裡話，笑得也更多了。他們開始每天傍晚一起手牽手去散步。他最後笑着說：醫生，你知道嗎？現在只要我妻子開心地對我笑一笑，我就感覺自己又行了。這聽起來像玩笑，但裡面有至深的道理。共情與分享在任何關係中都是最好的良藥，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。朋友們，在和大家分享了這些擔憂、真實的故事、鍛鍊方法和食療方案後，我想再次強調我一直堅信的觀點：性的健康從來都不是什麼玄學，也並非遙不可及。它只是內心健康習慣和放鬆心態的必然結果。從鍛鍊盆底肌的海格爾運動，到蜂蜜大蒜、深海魚、綠葉蔬菜和堅果的營養支持，這些都是在為你長久的男性雄風砌上的一塊塊堅實的基石。請你一定記住，放鬆的心態是所有藥方中最強效的那一味。與你的伴侶坦誠相待，分享你的難處和擔憂，這不僅能卸下你的壓力，更能創造一個充滿愛與信任的氛圍。在這樣的氛圍裡，你的身體自然會找回它本來的節奏。像那位66歲的朴部長一樣，即使經歷過多年的失望，但只要堅持和傾聽身體的信號，自信和男人味就一定能夠回來。當你的身體和心靈達到和諧時，你所收穫的
將不僅僅是時間的延長或反射的掌控，你收穫的將是自信，是生活的樂趣，是情感世界的圓滿。如果今天分享的這些信息、方法和故事對你有所觸動，歡迎你在下方的評論區留下你的感受或經驗。你的分享不僅是對自己的梳理，更是對其他正在經歷相似困境的男性朋友們一份寶貴的鼓勵和幫助。所有的改變都始於第一步，不要猶豫，不要害怕。從今天開始就着手照顧你的身體、你的習慣和你的心靈。只要有耐心，將這一切堅持下去，我堅信那份喜悅、那份自信、那份屬於你本來的男人味一定會回來的。